其實佢而家呢個估值而家市場預佢係0.93啦，即係今年啦，但係應該呢個係未 update 嘅，應該之後 update 會再高啲。而家90倍 PE 啊，但係你大家望一望佢下年，即係市場而家預佢下年係講30幾倍，即係呢個增長係超過1倍啊！見唔見到啊？即係90，如果升過1倍咧係45啊，你而家見34，即係其實佢預佢26年去到27年咧係增長1倍，好誇張。咁同埋咧最主要係咩咧？其實點解我話我遲咗研究？因為其實佢電話會講咗好多嘢。佢電話會其中講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喺出呢個業績前，我同大家講啊，呢個係呢個係個 sales，即係嗰個收入。市場喺未出業績前預佢7億㗎咋，呢個數係7億。跟住而家管理層自己出個電話會講話，佢目標係十億啊。咁淨係呢一個已經爭好遠㗎啦。你諗下7億同10億係爭3成幾，4成幾啊，嗰個落差。咁所以你咁收入增長咁勁，冇理由話利潤會突然間倒退，仲會倒退多咗啦。咁所以咧你望下佢個估值咧。佢係升咗50%之後，佢個 PS 呢個位係6倍，即係未升之前其實係得嗰4倍幾。咁27年睇係得個，如果未升之前係2倍添。同埋咧，佢個業績電話會入面咧，管理層最主要透露咗好多嘢，包括話佢會話我對業績好樂觀啦，我未來好樂觀。佢嗰個光嗰 part，佢而家佢係講啦，話需求遠遠高於增長。佢話佢而家最大問題唔係冇訂單，係產能唔夠啊，各方面，即係你 feel 到係供不應求咯。咁同埋佢因為之前亦都坦白講，今年炒光通訊炒到興合，其實佢唔係話升好多，唔計今日，我望一望嗱，唔計今日，其實佢真係唔升得多，同比咩 LIT 咁樣，你見下其實佢去到佢2025年嘅12月，佢都仲係講緊30-40蚊，咁去到2月啊，佢都係講緊50幾，最高都係炒到50幾，其實唔係話真係好誇張，同 LIT 嗰啲比，所以呢一支有少少追落後。同埋咧，如果佢成件事包括管理層啦，或者成個市場覺得佢26年開始係進入一個高增長爆發嘅年，咁26、27、28年咧都應該會係幾勁嘅。我都會趁呢個週末再研究下多啲基本面上嘅嘢，但係整體上我感覺應該亦都八九不離十噶啦，就係、又係呢隻應該係一個大牛股嚟噶啦，應該如無意外。咁我會逢調整係入啦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，就快啲嚟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